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5夜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洪台小犬对五连皮登陆造成屏东真济灾情。根据统计，这届洪台有1个人死亡，304人受伤。洪台伫咧南市出现17级的强风，目前规个南市拢伫咧停电，部分地区电话卡未通，明仔载继续是停班停课。讲到这小犬洪台伫咧恒春半岛出现14级以上强风，除了恒春地区以外，伫这西子乡社区运动场的篮球架，也搁一个运动场跑道，是去互这强风吹甲规个变过来。也若满洲乡200管道顶头的电火条啊，也是倒规排。也若这倒去的树啊，有去缀到电线，一直有失电的意外发生。屏东北有58000外户失电，台电人员规工拢伫咧修理。也若山区部落的民众也赶紧来甲这车路顶头的石啊、树啊清掉，或者台电的工程车方便入来征收。感受的面内面走水去的强风，干那球架啊是扣甲倒去。屏东西仔乡的南势社区体育场，和小犬风开始吹到歪起错高，这个早起是毋拿球架啊，连屁股泡倒的皮拢扣甲掀起来。西仔村和平连外道路风是透假，都毋捌安尼，居民毋知要安怎。往年的台风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哦。还好那个铁皮屋没有拆下来。因为这里也有停电，再看一下线路有没有那个吊钩。村长和工作人员是伫咧强风之下，抢修风吹落去的信号线路。毋那西仔乡，伫满洲200管道，有教师看到规排电火条啊拢出去倒去，强风甲线路也是电火条啊拢扣甲歹去，阻碍交通，嘛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工作人员甲调伫咧电线顶悬的手机记录开，台电统计到下晡3点，屏东各有21551户停电，其中恒春、满洲、车城和牡丹乡停电拢阁超过3000户。伫山区的雾台乡，同款有真侪路边的树啊倒去，甲电线拢缀甲断去，造成大部部落停电。部落的少年人家己做巡守队，清这倒去的树啊和石头，互台电会当入来修理电。路口监视器，它那个可能是因为基座的关系，风大嘛，啊，它可能要加固给它固定。基座的一面下骹无物件制作，随时拢有可能倒去。小犬风台伫恒春半岛吹14级以上的阵风，第一线邦山家乐派出所头前路口的电缆，风口甲倒伫咧交通号志箱啊顶悬。沿海的盐流线码头都算有风台准备，但镇区的布棚共款是散甲破去，敢若剩架啊。中间拢会当风台走去，才会当修理整理。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洪台小犬早起对屏东的高原皮登陆，佮随登到海面上。军顶大街顶头呢，有这个铁柱风规的吹落来，然后乌多摆是倒规排，而且有这水塔看板也互风吹甲东倒西歪。在地人也讲，毋捌看到遐尼危险的风台。未堪你透风安尼线，铁柱开始无在，最后过解体，天片是压甲规世界。小犬风台严重损断台湾南部，区顶大街初5不断传出灾情，民众做伙甲铁片刷开，避免灾情扩大。另外一边的店头，透早赶去店面看，毋那十户病规个变过，变嘛落去。头家面色是真歹看，敢若会当赶紧抢救，你讲无看过遮强的风台。这太夸张了，是最严重的，这从来没有这样过。区顶大街规个烟烟火火，所有的店头拢暂停营业，路边规排倒去乌多摆，水塔甲落去的空棒，有媒体的采访车叫空棒对着，有驾驶受伤倒伫路边。经过不少的台风了，这一次就可能 hold 不住了。树啊去风扇断去，撞伫路边，车无都通行，有热心的民众清出一条路。哦，你是大业的，可是应该可以下了吧？哦，你是帮忙。往山顶去，要去社顶步路的路，因为真侪树啊倒去，全部拢未通，里长呼吁村民唔通出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日上届新的资料显示，全国风台灾情有2868件，造成1个人死亡，304人受伤。气象署也预告讲，这暴风圈要到明仔载才有机会完全离开台湾。小犬风台中心伫高原皮西南方海面，往西沙东过去3点钟，伊的强度减弱。暴风圈有缩小趋势，毋过暴风圈犹原打伫华东甲中华以南、长平湖地区受风台环流影响，警戒区后返回来，风雨犹原继续。其实呢，它目前还是对我们的近海造成相当大的浪的情形。那在沿海也有比较明显的强风，以及目前在迎风面以及南台湾这一带都有一些间歇性的比较强的雨势出现。
2天以来，小犬风台为屏东太武乡带来523毫米的降雨量，昆顶雨势也未细，超过452毫米。台北市幽明经天宫测站累积雨量也突破400毫米。专家分析，小犬风台是风型风台风速偏强，陆行史上风台带来上大强阵风，入夜了后，西北部地区也是爱严防强风加浪旁的落雨。它已经造成沿海的风浪非常的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造成这个瞬间有时候这个会造成这个路树的倒塌，应该会突破前面几个台风的记录。专家提醒，拜五台湾本岛渐渐脱离暴风圈，到时阵风场会改变，不过有关可能有时阵有较大的雨势，各地天气有缘无稳定，民众外出也是爱扎雨伞雨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摆风台造成未少的灾情，伫兰屿是透17级的阵风，已经打破当地120多年来纪录。伫开元港呢，有9成的渔船拢变过去，也那徛家和学校拢有损失。目前规个兰屿是拢停电，部分地区连电话也拢卡袂通，甚至有传出有人受伤的这个事故。台南县政府也宣布讲，这兰屿明仔载继续停班停课。透过海巡，兰屿安检所的监视画面。开元港的船啊，去有17级的透风，吹到伫个港的弄来弄去，因为有的落较真严重，差不多有9成的船拢沉落水底。透风是直接灌入去人家厝内底，电火条啊嘛起去，部分的徛家去有透风扫倒去，学校的受损嘛真严重，教室甲多功能会议室拢损断甲真吃力。兰屿唯一的加油站，加油枪嘛拍无去，规个兰屿受损是真严重。乡公所估计损失可能有甲上百亿。我们学校的岛上算是最好的、最豪华的，可容纳80人的多功能会议室，整个大门都被吹掉，连那个窗框都被吹走了。现在是电话不通，然后那个交通也不通，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些那个房屋什么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然后还有我们的船只也整了大概9成。透早台东县南回地区是透风落雨，大埔地区路边的树啊，去有风扇倒去。伫台东富港的海墘啊，影是一直拍起来爆花，拍起来有甲10公尺悬。海影也入来渔港，白渔船仔的锁啊嘛差一点嘛断去。渔民伫港边监控家己的渔船仔，就烦恼船仔会流去。浪很大啊！哦，这大啊！哦，啊，刚烦恼船就走去。哎呀，都来白船啊！兰屿地区目前传出有民众受伤，不过因为路未通，都要甲路修理好，会当通行，才有法度甲患者载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风台对台南高雄来讲，这雨无大，不过风是正透。今下晡本地有2班要休伫咧高雄小港机场的飞行机，却因为降落失败，等到起飞地点。台南窑庙的牌楼强要落来，就要等人来修理。另外有民众呢，半暝走去安平看海影，等来到半路的时阵，就可能是风正透，而且佫驶正紧，家己去弄到路边，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悲剧。二次降落失败，班机无法度照原定计划降落。高雄小港机场下晡2架飞机定降落，分别是韩国仁川飞高雄的德威 TWP-672班次，和中型 EVA-3226同空渡机飞高雄。因为风势影响，无法度降落，只有飞转韩国济州机场甲桃园机场。小犬风台的风速，高雄真有感觉。初4人伫美岛区有测到11级阵风，市区公园嘛有真侪树栽，有风吹甲哩哩落落倒伫涂骹。公园那边都有倒树啊，这边过港隧道过去那个也有倒啊，树也有倒。奥多摆倒几排啊，路口因为风切这因素，经过机车、人挂车嘛也没有风险道。我要去逛一去呀，但是到这边车子就不敢骑啦。台南的风速同款强猛，惊牌楼摇摇错错帮倒讲着人，用封锁线禁止通行。台南市北区这间庙宇的牌楼。险险去对小犬风台甲车倒去。之前拢无，这个风台都要吹一个，你也会使阮发觉。初五透早1点，当地上强阵风有10级。天光了后，庙方发现牌楼险险放去，想要找人修理，阁拄着停班。台南初时暗暝就开始透强阵风，府前路2段一栋大楼，泰路落几片。警方赶紧采三角锥管制交通，冒起个金属互强风攻击，窗仔玻璃，互风台陷甲脆菜菜。这个很重感觉好重哦。林德民南路这个停车位，嘛有强风线甲变价，还有民众和朋友半暝赛车去安平看海影，伫转厝的半路发生车祸，一死2伤。有可能是时速过快，打滑。
其中许姓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并经抽血检测无发现饮酒的情事。林迈渔公岛的风俗，搁个是甲民众惊到半暝困袂去。台湾高雄即个面对小犬风台，也无感受到第一验尸的强降雨，生活强风吹甲密密麻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大安有一个86岁妇人人，可能是这风伤过大，规个里门落落去，煞互一个喙玻璃挂甲大空细里，规涂骹拢是血，送病院急救有关救无回来。另外，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这溪水柜会涨起来，甲变道引起，甲在这居民的视线就先来撤离。也因为这个风台的风真大，造成这台中彰化云林地区拢有失电的情形，也拿台电人员继续伫咧上修。涂骹拢血，路门的玻璃嘛破去。台中大安区有一个86岁阿嬷，初五透早，互因人发现讲倒伫客厅，已经无呼吸心跳，紧急送病院也是不治。警方初步判定，这和风台造成车头的风势可能有关系。不排除系死者于开关铝门时，铝门因故脱落倒下，导致铝门玻璃破裂，刺伤死者右手腕动脉。风一定较大降集中嘛。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中大水，甲通去马赫坡部落的便道拢冲甲断去，对外无法度交通。好在在居民已经伫找事情有风险退离。另外，庆义乡烦恼讲顶届风台灾情过来，公所和村长对土石流关风险区的居民，拢用广播宣导退离。当基局嘛已经放伫个开水泵山的路段。除了目前在仁爱乡的某些的便道还没有办法来顺利通行啊，那么我们还是会来协助之外呢，那暂时呢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传出。柯秀华讲，仁爱乡和庆义乡已经有风险退离，包括有新人和西药剂的患者拢总13个。中部各县市嘛出现停电的状况，台中市停电户超过2万户，按算初五暗时10点进前会当全部复电。云林县上济时阵有38000户停电，其中以卖料上济。彰化县加起来46000户停电，到下晡5点，拢够有12000多户还未复电。重灾区是在二林芳苑这一带，它的事故灾情比较严重，也就是说我抢修比较困难。小犬风台的风势是真强，和云林的大西乡沿海拢是风飞沙，四界拢是雾雾雾，看袂清楚，空气品质嘛真歹。另外，云林好尾的高铁特定区停车场嘛出现有够透的风飞沙，官府是紧急铺防护网和喷水，尽量莫让这风沙这么高，嘛提醒民众若出来外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天应该乖乖闭伫厝，唔通伫遐惹代志。今透早4点左右呢，高雄基顶有一间空厝发生火灾，而且这透大风，火是烧甲真猛。本体掠准是讲这内面烧拍电，毋过警方调监视器来看，才发现讲是2个查甫人挑工对这空厝放炮下，才会导火，依照公共危险罪，甲这2人移送法办。大火一直看消防人员用水线来灌救，煞撞到风台天风真透，着火的空厝，还佫隔壁的空厝拢互烧着。因现场风势助长火势，本局人员于4时43分将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员受伤，无人员受困。台北1点钟才甲火拍花，附近的居民本来当作是烧拍电着火。警方调监视器画面所发现，空厝着火进前有2名男子伫咧附近行动，没偌久因摕着冲天炮为空厝来点，就造成这场火警。警方顺线找到这2个人，还佫有一粒赖达。阳性犯血因失恋与友人至旗津地区散心后，无姓友人建议杨兰可释放烟火来排解情伤。有闻到臭味啦，了窗啊拍开哦，火已经足严啊啦。过分啊，佮恶质尔，性命问题啊！你咧。涉嫌放炮的男子因为当行有人建议点冲天炮来讨情伤，煞来引起着火警。虽然甲警方讲因第一时间有通报消防队，嘛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放火是公共危险罪，2个拢互移送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在台北市台东区有一个建案，对去年初开始施工，附近居民就一直反映讲，因兜呢受到这建案影响，开始闭顺，甚至是歪斜情形来出现。顶个月2倍，各有居民发现到工地内面的连线壁有破去的情形，烦恼讲受到这建案牵连的事故会搁再发生。尾啊，伊来做，我咧讲
风吹风吹，原来厝那会安尼哈。壁顶每一条笔顺拢用红笔画起来，目睭就若像结伫如丝。顶仔骹的壁还有比手机啊较大芳的笔顺。居民讲，这间大东区的厝已经住20-30年，到去年初附近开始做建案，才出现这寡情形，而且伊的厝边也有状况。排水沟变成这个样子啊！居民周善时讲，工停开始了后，楼骹的条啊，敢若托起来到引刀，甲因厝内的排水孔拆掉的。你敢若这个排水孔，这个哈里你要安怎拿创？你咧讲就讲，按某这排水孔哈里托出来这卡开水的流啊就好啊。附近居民阁发现建案工地内的连续壁敢若有破气的状况，就惊大地人家厝落落的事故阁再出现。有立委赶紧参内政部、台北市政府共同会勘。28号我们发现他们工地的人在这边巡逻，一直在看地面，然后看完以后，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处理，一直到我们7、8天了，我们通报建管处以后，他们才赶快去灌水泥。现在现况看起来就是有渗水，但是看起来流出来的水是清水，看起来是没有把基地外的土沙有带进来的状况。立委讲，会勘无发现居民翕到的笔顺，目前已经补起来啊，但是要是有漏水的状况，会参内政部、台北市政府专家学者、甲大地技术工会，也即是土木技术工会共同研究，看安怎改善。记者郭明随台北报道。芬海phong地发新法今年3月修正施行，全面禁止电子烟。不过新北市查到国内头一站电子烟制造工厂，现场有查到非法移工含外国人总共5个，而且呢，伫咧现场有一寡机台，也有价值上千万的电子烟商品，这寡物件拢爱封存。卫生局表示讲，上济会当罚则业者5000万，要若挂起卖这个犯案呢，上悬会当罚到100万。新北市妇人馆前往沙田埔3号路这间工厂当场，查获非法移工甲外侨5个人，现场也有3台制造电子烟的机台，烟大商品94箱，半成品10箱，也有电油罐了35罐，全部封存。卫生局将进一步追查制造业者及下游贩售者，后续将依《烟害防治法》第15条第1项第2款规定，制造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处新台币最高5000万元；贩售者最高处100万元罚款。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除了开发夜对查电子烟监视含有毒品成分，这间电子烟制造工厂的轰炸显示，因为有警官伫当地执勤时，发现店批着不明气味，加上里长讲定有移工出入电子烟工厂才会期光。因为国内烟害防治法今年3月修正实施，全面禁止包括电子烟在内的各种类烟品，拢爱加重罚则。若有制造私利，也是广告行为，罚1000万至5000万；制造广告，也是接受电子烟传播刊载，罚40万至200万；卖人罚20万至100万，就算是亲戚朋友供应电子烟，也爱罚1万至25万；报电子烟也爱罚2000至1万。当时基金会呼吁新法上路，爱靠政府多稽查，尤其国外网站爱严防假造稽查抗胖。对于网络的这一些违法的，因为台湾是禁止的嘛，他会故意设在海外的网站，不是不能做，你依旧可以去执行。你可以像泰国政府一样去封锁他的网站，但是还有一些是在国内设的，你依旧可以稽查取缔。当时基金会认为，新北市复查出国来头一间电子烟制造工厂，对其他县市学稽查有帮助。另外，民众若发现卖也是广告电子烟，也会当揭发和电子烟无所在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伊朗强迫女性低头巾的冲突是搁再发生啊！进前有一名16岁伊朗少女，有可能是伊无低头巾坐地铁的时阵呢，互道德警察拍甲昏迷不醒。伊朗官方含地铁公司拢唔承认讲有拍人，而且公布影片来证明。但是有人去质疑讲，这画面是有剪辑过。人权团体也要求这地铁站就要公布车厢内面的影像。16岁伊朗少女阿米塔，和做伙坐地铁的朋友按地铁来讲出来，风声讲伊伫首都德黑兰坐地铁的时阵，无照规定低头巾，和道德警察查问了后，攻击到昏迷。目前人伫病院观察，不过事后地铁公司公布一段哪像经过剪辑无车厢内的影片，而且讲阿米塔因为血糖上低，才踮车厢内向阳昏倒。监管否认这件事件有集体冲突。伊朗官方媒体甚至公布阿米塔爸母的访问画面。阿米塔的爸母讲，因的查某囝并无受到任何的攻击。من تصاویر مترو رو دیدم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ردم میگن فکر نکنم باشه من 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
پیگیری این قضیه بودم فیلم مترو رو دیدم چک کردم چیزی خاصی نبود که بخوام مثلا不过课题人权非政府组织讲，伊拢当局对阿米塔爸母施压，强迫因讲这款话。另外，因伫受访问的时阵，朋友高赞公安伫现场监视，因阁禁止阿米塔的爸母伫社群媒体公布伊的相片，嘛禁止因和人权组织有任何的交谈甲接触。阿米塔的祖父嘛有外界忧心，伊可能会和伊朗考得做女主艾米尼同款。去年9月，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地头菌的规定，互道德警察关押期间死亡。引起国内甲各国民众排山倒海强烈的抗议，控诉道德警察占权欧北来，抗议的时间有几那个月久。این حادثه‌ای که پیش آمد دختر جوانی درگذشت خب حادثه تلخی بود دل ما هم سوخت. 艾米尼过身已经满1年，伊朗政府使用暴力镇压，当时将近600个抗议民众死亡，部分受到伊朗处决。虽然伊朗的道德警察把暂时停止伫瓜亚罗巡逻，不过今年7月中旬又搁恢复巡逻任务。强迫伊朗女性要遵守伊斯兰清查的规定，讲若是发现违规无戴头巾的女性，会先警告；若是阁无改进，会采取法律行动。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除了轿车工厂的工人以外，即马有75000名伫美国上届大型医疗企业食头路的员工，对拜三开始呢进行3天的罢工。因要求讲，着要增加卡手薪水，也要对得加。认为安尼先做呢，对病人的服务品质会当提升。这也是美国医疗界有史以来规模上届大的罢工，目前还阁伫咧入资协商。大批护士、药剂师甲治疗师等工作人员，拿标语组织伫洛杉矶凯撒病院前抗议。凯撒医疗集团是美国上大的医疗企业，全美国有39间病院，约700个医疗机构，员工超过30万人。也毋过拜三开始，其他所有75000人伫加州华盛顿州等真济地点展开3天罢工行动。We're working through the pandemic, we're working through hard times, we're understaffed, underpaid, they're not giving us wha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 patients properly. Nobody here in this group wants to strike, but our biggest concern, like we're all respiratory therapists here, our biggest concern is just having the adequate staffing on a daily basis. 发起抗争的凯撒工会联盟表示，疫情期间人员大量流失，公司选补人，造成人力长期不足。估计目前需要增加1万个人力，才会当维护病人的服务品质。同时，因也希望调薪6%，以对抗通膨。We're not asking to be part of the millionaire club. We're just asking to be part of the society and be able to afford gas without having to go 2 jobs. 虽然医生并无参与这摆罢工行动，也毋过罢工会造成非必要医疗服务暂时停落来。凯撒讲，过去4年整体薪水已经调悬12.5%，各州上低时薪也为21块美金提悬到23块美金。目前针对上薪诉求，劳资双方的谈判依然在进行。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中国今早起伫咧四川进行中正运载火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这支火箭飞的高度呢，伫咧大气层外口，对台湾无影响。毋过飞的方向呢，会经过咱防空识别区的边边啊，国军随时拢有伫咧监控。就专家认为讲，这中国试射火箭方向有可能是咧无机甲台湾射飞弹的方向。看到在喷火，红色尾流冲起嚟。中国四川西昌卫星中心初5早起是发射长征运载火箭，配合减39号03组卫星升空。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讲，卫星是正准来送入去预定的轨道。咱的国防部指出讲，这个火箭飞的高度是伫大气层以外，对台湾是无危害。不过飞的路径有去卡到咱的防空识别区。它的飞行路径经过了我们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边缘。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系统，周密地掌握了相关的弹道动态、轨迹等等资讯，适切警戒跟应处。国防部强调严密监控，军事专家讲，袂当排除火箭发射的大道方向是中国军队无机测试攻台飞弹的射向。另外，中国研发的遥感卫星主要有学生空镜雷达成像、光学成像，都是观测地面产生悬解析度的图像和信号情报这类型。虽然中国官方讲，这卫星是用作科学试验和国土资源普查等等，但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讲，伊是军事侦查的卫星。专家提醒讲，咱应该要定相关的防范作为。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
来作为指挥管制或西瓜 SR 使用的，我想这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本身可不可以透过卫星对卫星的方式去反制这些卫星的这个征兆，重要的设施的伪装或者是掩护的相关的被动防护设施也要做好准备。英国媒体 BBC 是关心最近一年来中国机南绕大愈来愈接的状况。因英国学者帕特拉诺的分析，中国飞行机日侵咱的 ADIZ 就是普色地带战术之一，想要用这来减弱咱的军事资源和警觉性。美国地壳学者嘛警告，中国若侵台，常态化的中国飞行机侵扰，可能暗砍真正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第一站呢，有查到一个女家走私外的动物，现场有查到龟本刺，也个水獭等等。防检署也讲，除了龟以外，其他动物拢爱送去检定中心，等确认了后再来处理。外面内底有水獭、龟甲番薯。初四暗或者航空为曼谷飞转来桃园机场的航班，传出有旅客竟然炸几啊种活体动物。机组人员为着要找拍无去的番薯，甚至影响乘客落飞机的时间。这是小乌龟，它把它缠在丝袜里面。好丝袜。根据了解，这个案件一开始是飞机顶的旅客发现有鸟鼠走来走去，本地就是飞机顶有鸟鼠，不过佫发现有龟的头就是蛇，后来才发现是走私活体动物。由航空公司直接通报航空警察局保安大队，移送防检署桃园分署受理。拢总查扣28只青龟、1只番薯、甲2只水獭，还有2只嘅起目、喙齿真长的动物。新龟不是属于我们的阴湿动物检疫品目，其他的动物都是属于。那我们后续会送到屏科大的野生动物鉴定中心去确认这些是不是列属于 CITES 物种，之后呢再进行必要的检疫的处置措施。根据台北县的统计，2019年是6年来查到上侪件走私活体案件，拢总有10件。若这件是疫情了后，桃园机场头一届查到旅客走私活体动物的案件。防检署桃园分局表示，针对行为人的调查，目前约谈以坐为附近的乘客，因是拢好人。后续会会动相关单位进行行政调查，收集相关的事证。若确定有违规，会以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规定，罚5万至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搁再提出2项主体政策通过修正草案，有条件要甲这有条件来放领这公益税处的规定，而且讲这税处的补贴袂当扣税，鼓励厝头家做伙加入公益税处。另外也修正旧厝登记的条例，放领这公有地旧厝参与中建的条件。行政院会确定，阁写出2项主体政策，通过内政部提出的主体化修正草案，当中有条件放宽公益出租的样态，并明定租金补贴袂使做对讨以前课定税收的依据，安尼才通鼓励厝主加入公益出租，也甲违挪条例修正草案，放宽县市政府持有公有地参加旧厝的重建条件，也希望提升公有房地参加重建的效率。本次修法可有效鼓励更多房东出租房屋给弱势者，同时消除房东担心被查税的疑虑。为进一步落实加速重建，有必要明定公有财产应参与重建。内政部表示，主体化修法的内容都是配合2022年开始推出的300亿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加政策入法，确定政府无堆税、无查税，安尼才通解除厝主的疑虑，互更较侪租厝的人会当得到补贴的好处。不过，民团认为，安尼做也是无法度解决台湾租厝市场大部分厝主都漏税，造成厝价困境这个根本问题。为了要发租金补贴，所以我们不去从基本上的所得税法的制度去解决这件事情。70%的人没有要去申请租金补贴，可他们租屋还是遇到很多困难。我觉得有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我们应该做一个制度性的改革。平庸凯也指出，都更条例内底本来就有公有地应该优先参加都更这个规定。这期政府伫都更违挪政策产生相达，强调公有地应该以都更为主，才当整体性规划，符合公共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这苗栗后人的外海呢，惊影是真大。当地真出名的文化景观合欢照雨，风冲歹去。顶个月底才启动修复工程，即马是拢白了工啊。天公所表示讲，这灾害上风，佫需要评估，工程可能要撑到年底才会当做好势。
落雷海影一直拍上花，小片风台来袭。苗栗后南外海引起67公尺的大影，伫海边才超过300年合款情况完全吸获海水引起。当地外部理事长柯淑慧讲，这2天沿海大影搭配北流，互原本就有帮到状况的石河完全去了，互地方民众真烦恼。昨天去的时候，上面差不多半截，都坏了差不多20公尺的半截左右有坏掉。昨天是这样，那今天过去的话，剩下不到10公尺，其他都全部都坏了，都到底了。这一阵子做下去的东西就浪费掉了，又要再重来。无字形的合款石河是声明外口自然环境社区的智慧。另外，因公年和文化部登录为文化景观，由后龙镇公所作为管理人。今年初，捌因为崩落182公尺，当地民众烦恼100年石河保袂掉。文化部甲后龙镇公所出261万手收，顶个月2日动工，才拄啊收获50公尺，想要到阁拄着风台过境。配合款县公所80万嘛，文化部补助181万，那我们都已经发包出去了。因为这回台风的关系，进度会受到影响一些。本来是12月中预计完成嘛，可能会延后到月底吧。后龙镇公所强调，合款石河毁损实际状况，要等天气好才会当了解。修复工程也会继续，关键在2月中元港机场确定延后，初步评估可能要到年底。外部理事长柯淑慧建议政府编列固定预算，只要拄到崩塌随即修补，才袂互空棚愈来愈大，修复尽了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北门半暝2点出现11级的强风，互当地金湖里规大片的洋棚瓜田受到严重损害。这边规个道路内，免讲一寡洋棚瓜受到损害，也本地会当搁在2、3礼拜就会当收成啊，即马总乌有去啊。另外伫婚林呢，这番麦金蕉挡袂掉一寡风雨，拢都了，收成共款无乐观。这拄啊拢开始要生咧，这拢无效啊！你看。查封的白塑胶布片，原本互农民固定伫架顶要查封台，经过1暝，和边仔地倒规片、规田、规叶、规井，嘛互风台吹甲变价。按算3礼拜来收成，要缀台南市长黄伟哲来新北市展销的美容瓜，全部拢报销。即马了应该是嘛60万吧，风太大啊，拢来自然的拢有啊，空啊，拢请了啊。规片的布棚啊，安尼规个飞甲利用散架，一寡瓜啊拢xuất死啊大壳。这好天来，这瓜也无效啊，唔知要安怎收这啦。去上水感谢台南市北门区伫初5透早2点，上大阵风有11级，强风互金湖里刀仔头大片的美容瓜园受伤严重。公所初稿上少损失500万，希望市府农业局派专家来协助。大概阮这届种植的面积大概40几公顷，即马这同台来阮这个拢吹歹赢啦。婚姻馆嘛发生类似状况。原来真侪番麦、金蕉煮洗袂掉，拍伫涂骹。即马倒来金蕉就拢无效去啊！要做2级啊嘛人都无爱买啊。该生一遍尔，倒位就无啊，个细单个电话去啊。啊，就拢无啊啦。啊，像迄汉麦嘛是，汉麦嘛拢无啊，倒位就无啊。小肯风台虽然无带来大水雨，不过闽风直透车，也是互相关的农民艰苦一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番路种真侪枝仔，目前正咧大出，农民也烦恼讲会受到风台影响，对昨开始呢，就先把这9分的枝仔挽落来，今个趁较无风雨的时阵去抢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种枝仔的农民趁风雨无大，风台天嘛赶紧咧收树仔顶面的枝仔。番路乡的农民讲，即阵嘛是枝仔大出的时间，惊风台尾的风雨会造成损失，也是把握时间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要赶紧抢收啊！无抢收，这枝仔拍拢害啊！风台要来，你嘛无可奈何啦。无好嘛袂满意啊，也袂当满得去啊。为9月开始一直到11月，是家己县番路乡枝仔采收的期间。番路农会就讲，今年枝仔品质绩效拢袂歹。虽然目前风台对家己的影响有限，不过农民惊风台尾会有损失，也是甲会当收的枝仔赶紧挽落来。这个枝仔吼，因为地势较悬，排水嘛拢真好，所以讲水阮较唔惊，但是上惊就是风台。是指在去年、前年，因为气候关系，产量是非常不足，
好像我们去年市值的价钱就不错，那今年整个产量是趋于稳定，但是也没有因为说产量足够哈，价钱不好，我们今年价钱还是非常好。基隆讲，今年鸡鸭咧大的时阵，无啥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品质真好。虽然目前风台直接也未造成啥物较大的灾情，不过大家也是爱做一寡准备，时到才袂真正袂好反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人走去日本观光，前2天啊，这日票换美金落超过150块，真侪游客拢讲赚到啊！伫日本专门卖各种杂货连锁免税商场，是找补shopping的好所在。东京涩谷的这间分店24点钟开放，请真侪外国游客来捧场。无论是买套餐、囡仔的佚佗物，还是药妆等生活用品，遮拢总有。重点是即摆买上介俗。Coming to Japan from Hawaii, all my friends have come over. Everyone I know has come to Japan because the dollar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 yen right now. Even my Japanese friends that come to Hawaii come over and tell me how much a Diet Coke is in Japan. And I was like, what? That's it? 去年美国开始新式进程，美金换日票是1块换114块，最近已经达到150个新旅关卡。等于即马去日本买物件比进前俗3成，加上美国的高通膨，所以愈来愈多美国人爱来日本旅游shopping。Makes everything seem like really cheap for me. About 70 or 1,000 yen is like $7,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makes everything seem a lot cheaper. 不过日票是毋是会继续落车？市场看法有差异。按拜日日票换美金破150了后，搁快速升单来讲。市场人士推测，日本官方已经立场支持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日票到年底进程各落价空间，想要扣小额各有机会。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加州一间轿车制造商打造出飞天车，已经摕到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许可，目前正在进行测试。总部伫咧加州的汽车制造商爱乐福航空。伫 SpaceX 的技术支援之下，研发出一种电动车，唔但伫咧路会驶，还会当飞去咧天顶。伫咧底特律车店公开展示。We actually put 4 motors inside 4 wheels instead of one big motor in the center. There's 4 motors inside 4 wheels. Now we had to open up the top, right, for the airflow to come through. So this is why you see the mesh. The mesh does a couple things. One, it's a structural, right? So it does a structure. 2, it provides the safety. As you can see, everything is enclosed. You can put your hand on top of that, 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esh allows the air through. This is very much important. This is what you need for the vertical takeoff. 头前若是有交通意外，或者是伫咧施工的时阵，车会当直直飞起来，下过即款障碍物了，结果再降落来继续驶，或者是归去就伫咧天顶飞。全世界第一种会飞的全电动车 Model A。摕到 FAA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特别适航许可，会当伫咧特定区域开始测试。这种 Model A 有4个链仔、8个风叶仔、4个风叶仔伫后斗，另外4个踩伫咧头前的引领，所以当直直地飞起来，无需要跑道。一台30万美金，换算台票937万。因讲即马已经接到要甲3000张的订单。第一批按算伫咧2025年年底交车，以后若是当量产，希望会当压到一台35000美金，差不多112万台票。严格到即马，也拢无公布任何实际起飞资讯。电动车是一种趋势，真侪车厂拢甲目标上准着天顶飞的未来市场。以色列肯道新创公司这种无共款的飞天车，上重会当载250公斤，飞30公里。伫耶路撒冷附近来回，会当甲病人载去病院，或者是坐火车载医疗物资。What we actually doing is a concept of operation that makes taxi drones or delivery drones, big one, to bring them to the hospital with all the utilities that you need, and also to take it from here to the houses around Jerusalem. This is a new concept that actually brings us innovation, save time, save money.It's a green. 不过，一直到即马，讲已经建造完成空中机动车的德国或者是美国的公司，因为安全甲交通法规，拢也无法度摕到认证。为了要互因的设计更加完整的做到，一寡公司拢甲空中机动车量产的时间延后。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2度到2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你的收看，咱再会。甜甜的，互大家食。麦仔甲倒入去，直接煮，特别袂过啊。阮这边加糖，让转起来。我讲看卖。韩记米。传统的油糖甲法国的油糖夹做伙，才有16000条糖丝。你看看这线条，够诶。哎呦，啊你查囡仔咧？嗨，多人真是。民主台湾，言论影响。今年的双十节典礼，公司台记台为乡亲现场放送。10月7日早起9点开始，全台语转播，由我嘉豪、松阳陪伴大家做伙庆祝双十节快乐。今仔日是出发日，所以骹手爱较紧。好。你敢袂伤大？对，袂伤大。我跟你比者。你有看到迄铁架无？有啊。迄是我甲哥哥打的，爸爸嘛有。哦，你甲哥哥甲爸爸做伙打。对。来鼓励我啦，咱自然我感觉你的装了足歹呢，你要定妆无？无例外。哎呦，我凊彩有诶，我卡掉啊。偏向你就是爱去外口教人学习，你看我都教人比啊，对无？啊。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这是阮兜的。音乐是阮的拍。最后这面包车，一个唱歌的团，上期待的什么家己的舞台，其实是这个时代，互我找到舞台。迄种掌声是足真心的，有甚至听袂到声音，因可能流目屎，伊去倒伫眠床顶悬。不过你唱到某一个段落的时阵，可能你唱着啥物，所以我拢感觉，阮唔是做公益，我真正足贵。不过如果你咧做的代志，唔是用钱会用去衡量，咱就可会用讲。迷人的笑容，热情的互动，底下爱特鲁伫咧舞台顶发光消息。唱动漫歌的就会觉得你们好像很宅，因为不理解而去批评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很多。你爱会唱歌，搁爱真正足够跳舞，搁爱洗足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他是在勇于追求自己所爱、追求自己爱的舞台。都亲像为放假行出来摄入，伫流行厝文化找到家己的自由自在，开出人生美丽的回ly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逐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
这是